讲到这个专卖制度吼，对于这个咱今仔做真侪张卡片吼，咱一一来甲观众朋友介绍。讲到这个切标，应该就是红色的吼，叫做糖蜜酒啊。为什么叫做糖蜜酒哈？这点这个可能会当特别解说，就是说，其实这就是咱红标米酒的精神。哦，咱红标米酒就是糖蜜酒来。糖蜜酒。因为迄个时阵，咱台湾甘蔗足济，所以用甘蔗做了剩下糖蜜，来熬做酒精。因为伫后背正个有迄个酒精窟，就是专门咧用这糖蜜去做酒精的。再酒精来做糖蜜酒，叫做红标糖蜜酒。但是尾啊，因为咱台湾需要米酒，日本人真巧，伊就加一寡米酒的成分落，变做红标米酒，这就是红标米酒的精神。哦，这个会使加一个故事，就是伊日本的迄个太平洋开战了，太平洋开战了，伊需要牛室去作战嘛，吼，所以伊无充足的米，来做米酒，所以伊迄阵啊做一个酒叫三蒸酒，就是3杯，什么3杯？你敢若有1杯的米，但是其他3杯的酒精拢用糖蜜来。哦，迄阵啊日本时代叫做三蒸酒，迄阵啊因为后来咱台湾人习惯这种滋味了，就继续叫做米酒安尼。哦，其实内底的米足少的。其实这若认真讲，伊就应该算迄个啥兰姆酒这种。所以咱台湾自古早就兰姆酒，只不过一些名无共安尼尔。哦，对。究竟什么叫做兰姆酒？咱确定啊，来请专家来解说吼，来看后一张。来，这张是绿豆酒。绿豆敢有法度结酒？其实吼，你也注意看，这是专门进前台湾的酒，家己的，迄个私人的酒厂做的绿豆酒。这迄阵啊，还袂专卖，袂专卖但是日本后藤新平就台湾2000几间的酒厂，大细细合并做12间，会专卖局的迄个酒厂。已经管了对啊。因专门即摆变政府生产，大细细整并，合并起来变12间，这是专门进前的迄个私人的酒厂，你要看家己的文化酒厂，私人的酒厂对。好，来后一张，来这张哇，咱定来讲吼，要啉酒就来啉迄个五加皮啦。这五加皮是啥物物件哈？这是迄个，你看迄个标签你来看吼，大稻城，兴源制酒啦吼，迄个各式的迄种药酒，这药材类种，迄个五加皮，你嘛是爱浸迄个药材类。对，其实事实上你通看就讲吼，这个药酒其迄画迄个度，甲咱一般较无共款哦。食落去要互你免哦，要互你用啦，会当就是亲像迄个百合共款，会当食到100岁年老。所以其实药酒其实画迄度，其实伊所传达的迄款非语文信息就伫咧顶头内面吼。好，来这张水工。所以讲迄阵也是咱台湾迄阵也是日本时代迄种清酒，清酒这种的文化是为迄段日本来，清酒甲米酒有啥无共？上大的无共的所在是用伊的做酒的菌，伊的做酒的菌，咱台湾是白壳，白壳是叫做自然落菌，伊有一个算讲特技，内底有10种的菌有毛霉菌、乳酸菌、醋酸菌、啥物酵母菌，啥拢有，那个菌大家发芽出来。但是日本人伊种天气较寒，日本人天气较寒，所以因经过迄种明治维新了迄个微生物学进步啦，所以伊是分离出来一个单一的菌种迄个糖化菌所以伊做出来味较纯净但是这是用迄阵日本时代来台湾改良的迄种酒米，萨卡麦酒米专门做酒的米，所以其实讲就是日本的迄个 sake 伊做的迄个菌，其实伊就是较见过啊，见过，伊个见过。来看后一张，来这张叫做泡性来泡性，泡性其实这酒的文化为在日本时代的时阵50%以上的迄个台湾的移民是为吸收来九州，九州伊就农业的上大的关甲台湾的气候上接近，所以因遐饮酒的文化，迄阵就来到台湾。泡盛其实是用再来啊，再来啊，用再来米，
吼，西来，吼，其实在来米是日语，嘿，在遮本来就有诶，所以叫做在来。迄西来迄是日语，吼啊在来就是，咱就是热带诶米嘛，热带诶米就是在遮本来就会米啊，啊，甲日本人食会黏诶米无共，嘿。这我简单补充一下，比如讲像这种啊，一个 Okinawa 吼，冲绳啊，因都拢泡圣酒，啊，啥叫做泡圣酒？就是伊米酒咧发来时，伊算有水，但是发来时有产生可能就比比宝宝拢一直起泡，哦，这个泡圣安尼，所以这名河对才来安尼。哦，原来是安尼的，对啊，吼，好来烧酒，啊，这是什么酒？烧酒伊的原料会使有足侪种，番薯啦、米啦，吼，所以会当变做酒的迄种三型酒精啊，叫做烧酒。啊，但即马日本的迄个税收的定义啦，你也20%以上，拢会使啊，迄叫做烧酒。啊，基本上伊是这种蒸馏酒、蒸馏过的酒，伊甲清酒佫无共。哦，清酒是过滤过尔，哦，花头过滤，啊，这是花头了，啊，佫蒸馏，啊，所以度数拢较悬安尼。啊，度数较悬了，对啊，吼。你看迄标签顶头有写焦糊细腻啊，啊，这36%啊，有36%啊，用红仔去设定过，哦，用红仔。其实，甲老师拄啊开讲的时阵吼，其实老师有讲到一个小较大的重点，就是讲吼，日本时代所专卖的酒，因会号做啥物名？专卖局，专卖局对无？对，专卖局，嘿。啊，若是国民政府来了后咧，伊叫做公卖局，嘿，公卖甲专卖是无共，嘿，迄个时代迄个无共，嘿。所以以后咱观众朋友看到迄个飘头伊个飘丝，就当分辨出讲其实迄时代的时代酒啦，吼。嘿，啊，但是迄阵啊，国民政府拄来台湾吼，算讲来台湾时阵。因为酒干那佫存足济啦，迄阵啊日本人留来酒干那佫存足济，啊，所以伊迄阵啊迄落顶头刻的吼，嘛是专卖局，啊无改做迄个公卖局，啊，被换掉了对吧？